孔融論成孝章書。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。50之年，忽然已至。公為此滿，容猶過兒。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。唯有會稽成孝章尚存。其人困於孫氏，妻奴淹沒，旦曷獨立，孤危受苦。若使幼能傷人，此字不得永年矣。春秋傳曰：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始之。今孝章實丈夫之鴻也。天下談事，依而養聲。兒身不免於憂執，名不期於旦夕。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有，而諸目所以絕交也。公誠能持一介之事，加咫尺之書，則孝章可治，有道可弘矣。今之少年，喜傍前輩，或能機評孝章。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、九牧之人所共稱嘆。燕君使駿馬之骨非肉，以請道理，乃當而招絕足也。為公康復漢室，中蛇將絕，猶能正之。正之術，實須得言。諸欲無勁而自治者，以人好之也。況賢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築台以尊國蟻，蟻雖小才，宜奉大禹，竟能發明主之至心。故樂毅之魏王，劇申之趙王，周衍之齊王。向使國蟻道遠而王不解，臨難而王不請，則是亦將高牆遠引，莫由北受燕勞者矣。凡所稱人自公所知，而復有云者，欲公誦讀司儀，因表不識。